三澳門帶你躍進高速3G 時代，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。歡迎收睇由三澳門特約嘅天氣報告。而家由阿玲帶嚟5月3號嘅天氣。今日天氣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溫介乎攝氏25至30度，相對濕度介乎64%至90%之間，吹輕微至溫和嘅偏南風。今日嘅空氣質量指數介乎9至21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預測聽日嘅空氣質量指數啊，路邊監測站同高密度住宅區係15至35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一般性監測站係10至30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唔該晒 Bobby 話聽日嘅天氣有雨，一齊睇衛星雲圖啊！預料大陸性反氣旋將影響本澳嘅天氣。而家睇未來幾日嘅天氣啊！預測聽日天氣咧大致多雲有雨及薄霧，氣溫介乎攝氏21至25度，吹輕微至和緩北至東北風。星期四多雲，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驟雨，氣溫介乎攝氏22至27度。星期五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有薄霧，氣溫介乎攝氏23至28度。而星期六咧就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溫介乎攝氏24至29度。而家睇下中國各大城市嘅天氣啊！北京間中有驟雨，13至24度；上海多雲，13至18度；台北間中有驟雨，21至27度；廈門有雨，17至22度；廣州間中有驟雨，19至26度。而在亞洲各大城市方面呢，首爾多雲10至21度，東京多雲14至21度，馬尼拉有雷暴25至36度，曼谷有雷暴26至32度，新加坡有雷暴25至32度，雅加達有雷暴20至32度。跟住再睇下歐美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啊！好啦，今日天氣報告完畢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